香港演員鄧月平近年積極參與跆拳道運動，近日經過重重選拔，代表咗香港出戰該派別嘅亞洲級賽事，勇奪季軍。正當網上有一片祝賀之際，另一門派中國香港跆拳道協會突然發表嚴正聲明，話該會係政府唯一認可嘅跆拳道項目總會。鄧月平代表香港參加所屬門派嘅亞洲賽，而中國香港跆拳道協會就喺聲明話，該會派出嘅運動員可以代表香港參與亞運同埋奧運緊嘅賽事，並且強調會保留一切追究嘅權利。跆拳道早已分為兩大門派，其中 ITF 嘅門派又拆出分支，各有唔同嘅發展。由於鄧月平嘅事件喺網上引起極大嘅關注，所以希望大家了解多一啲，就係參考香港嘅運動歷史，有好多傑出嘅香港運動員都唔係由官方指定嘅體育會產生出嚟㗎。其中以拳擊為例中國香港拳擊總會係官方指定嘅體育會，不過神奇小子曹星如10幾年前就透過非官方嘅體育組織，喺2012年成為亞洲洲際金腰帶得主。職業生涯取得22連勝，被冠以神奇小子嘅愛好。曹星如攞到22連勝期間，迎戰日本、菲律賓、印尼等嘅對手，當中嘅強敵包括日本前世界冠軍河野公平。當對方代表日本嘅同時，曹星如代表香港，相信亦都毋庸置疑。另一個相當傑出嘅例子就係中國香港跳繩總會，雖然唔係港協暨奧委會旗下嘅運動總會，但多年嚟派出好多香港運動員獲獎無數。該會官網顯示，中國香港跳繩代表隊喺世界跳繩錦標賽2023創造咗5項嘅世界紀錄，並喺世界跳繩錦標賽攞到14面金牌、14面銀牌同18面銅牌。香港有好多愛運動嘅人，但要打到國際賽並唔容易。祝願所有嘅同路人都繼續努力追夢。